我嘅夢幻廚房由 Takara Standard 開始。今次我要分享嘅係 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其中2大功能：易潔、防潮。Sam， 你睇下我哋尋日拍片煮餸啲漬，仲未抹乾淨喎。咦，係喎，等我搞掂佢先。哇，啲隔夜污漬抹2下就乾淨翻晒啦。梗係啦。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出晒名易清潔噶嘛。哦，原來係咁。依家我分享一個養生嘅滴雞精做法。全雞買返嚟洗乾淨就一開四，之後放入密實袋，用刀拍下啲雞件，等佢易啲出味。放啲杞子喺蒸碟中間，然後倒吸一個細碗，旁邊就鋪啲雞件同埋放幾片薑。水滾之後，隔水用細火蒸燉2個鐘。我哋廚房煮餸，尤其係蒸嘢嘅時候，都會產生大量嘅水蒸氣，搞到廚房嘅牆身濕立立。如果牆身係用瓷磚嘅話，瓷磚表面同埋罅隙都好容易藏咗啲污漬啊、水垢、霉菌，影響外觀之餘，更加影響廚房嘅衛生。不過用咗 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就唔會有呢個問題㗎啦，因為 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防潮防霉耐刮花，你睇下抹一抹乾淨晒。蒸燉好之後，將啲雞件攞出嚟，一陣整另外一個菜式，而滴雞精嘅精華就喺晒個碗入邊啦。頭先嘅雞肉就唔好浪費，可以用嚟整紅油涼拌雞絲。首先將啲雞肉拆出嚟，先準備醬汁，將生抽、砂糖、雞粉、醋、麻油、花椒油、辣椒油、芝麻撈勻，放啲甘筍絲、青瓜絲、醬汁落去啲雞絲度。撈好之後可以直接上碟或者雪凍先食。講起 Takara Standard 日本珐琅壁板，又點可以唔提佢嘅磁吸配件呢？可以隨意改動位置，而且磁吸力特強，增加收納空間同埋靈活性。Sam，睇到我流晒口水啦，食得未啊？